好，大家好啊，又有 Peter Chan 啊，係啦，嗱，咁喺講呢個 topic 之前咧，都係講翻說話噶啦，希望大家多啲嚟 subscribe channel 啦，多啲嚟啦個片啦，又或者將個片 share 出嚟啦，可以個就麻煩大家幫手撳下鐘仔佢啊，係啦，嗱咁今日講嘅呢個 topic 咧，相信睇到個 background 咧，大概都估到少少噶啦，啊，就係呢個閒遊71超市啊，係啦，嗱點樣閒遊71超市咧？嗱，你喺香港嚟講咧。一般你話講71咁，梗係便利店啦，類似你而家相入邊見到嘅呢類咁嘅嘢啦。咁當然香港就冇呢啲咁嘅屋仔形式嘅71嘅啊，即係啲大廈地鋪嘅71就有，係嘛啊？咁但係日本就好多呢啲類似獨立屋模式嘅一啲71嘅嚇。咁但係你俾大家印象都係便利店嚟嘅啫，24小時嘅便利店啦，係咪先？咁但喺日本嚟講咧，71除咗係便利店之外咧，其實仲有超級市場嘅。嗱，呢間超級市場咧，佢個名叫做Ito Yokado 啊，即係 ITOYOKADO 啊。你睇到佢，即係你睇我影咗張相個 background，其實就係呢間超市啊。嗱，咁呢間超市咧，其實咧就係屬於日本嘅71集團啊嘅，應該咁講啊，應該係日本嘅71其實就係隸屬於呢間Ito Yokado呢個集團嘅其中一間，即係其中一個附屬嘅品牌嚟嘅啊。咁原本咧Ito Yokado咧係一間雜貨店嚟嘅啫，好細嘅雜貨店嚟嘅啫啊。咁都已經有超過50年歷史啦，50幾年歷史啦嚇，啱啱即係戰後啱啱就已經戰後冇幾耐已經有嘅一間雜貨店嚟嘅嚇。咁佢咧喺上世紀啦70年代初啦，就同美國嘅 7-Eleven 咧就簽咗合約啦，就攞到個經營權啦，就喺日本咧就經營呢個 7-Eleven 噶啦嚇。咁一直到而家都係嘅嚇。咁當然啦，呢個Ito Yokado佢亦都會有將 7-Eleven 嘅一啲某啲經營權咧賣俾即係俾一啲個別人士去再經營咁樣嘅嚇，作為一啲 franchise 啦、連鎖店模式啦嚇，咁樣去做嘅。咁香港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嘅，即係香港以前就同牛奶公司啦，就同美國嘅 7-Eleven 簽咗合約啦，咁喺香港有個經營權啦。咁牛奶公司將部分嘅 7-Eleven 咧嘅經營權咧就賣俾一啲個別人士，就 sell 俾一啲個別人士啦，作為一啲類似 franchise 模式咁去做啦嚇，都會有嘅嚇。咁呢間Ito Yokado都係咁嘅，係啦。咁由於呢間日本嘅Ito Yokado呢間咁嘅 supermarket 啦，而家已經係變成一間 supermarket 啦嚇，咁好大㗎啦嚇，即係喺日本好多地方都有嘅嚇。咁東京係最多啦嚇，因為佢嗰個。佢呢間Ito Yokado本身係個發源地就喺東京嘅，咁所以東京係最多嘅，因為佢係啦，因為佢同7-Eleven 咧有一個聯營啦，咁佢有好多 7-Eleven 嘅一啲品牌嘅產品就喺呢間超市嗰度賣，所以你其實咧去呢間超級市場咧就等同於去 7-Eleven，不過係一間超級市場模式嘅 7-Eleven，係啦，佢賣嘅所有嘢咧基本上咧都係以7仔為主，71為主嘅，係啦。嗱，咁就講多無謂啦，我哋去片周圍望下啦嚇，睇下入邊究竟係日本嘅71超級市場究竟係點樣？好，去片。係啦，嗱，今日咧就帶大家嚟呢個71嘅超級市場啊，即係隸屬71嘅超級市場。你睇下好多呢啲。日本71自家品牌，你香港係唔會有嘅，係咯，都幾特別啊！嚇，哇，都幾得意喎，係咯。咁驟眼睇咧，其實同一般超市冇乜分別嘅，嚇。咁但係你發覺佢賣嘅嘢好多係71自家品牌嘅，係啦。咁當然有啲其他牌子咯。
係個呢啲細細個嘅包，山崎麵包4個啊，係咯4個。紅豆沙包啊，咁都係賣緊128 yen 啫，連稅138 yen，即係講緊大概7蚊港紙。咁呢啲喺香港賣講緊成20蚊個，20蚊一包㗎啦，10幾20蚊。咁佢仲有好多，有披薩喎。哇！有啲七仔自家品牌嘅，咩都係七仔優先啊！佢本身就同一般超市冇乜分別嘅，乍眼睇有啲嘢，即係譬如啲肉類肯定冇話特別品牌啦，咁有啲貨品都係一樣嘅啫，即係同其他嘢都係冇分別嘅，即係同其他超市都係一樣嘅啫。好啦，嗱，71品牌啊，71杯麵啊，哇係！71嘅麵豉湯，哇係！71通粉，71麵包糠、麵包粒，醬油都71啊！係啦，我仲諗住買雞蛋添，冇晒，咁得返啲其他品牌。其實呢，我記得雞蛋係有呢一個71品牌嘅，咁冇啦俾人賣晒啦咁買排啲雞蛋啦，278蚊，年稅300，即係講緊15蚊叫貴㗎啦，係啊，因為最平嗰啲年稅係250 yen 嘅啫，即係大概11-12蚊港紙嘅啫。咁你香港如果買排嗰啲咁嘅有毒嗰啲有臭嗰啲大陸蛋都講緊成20蚊啦，差唔多係咯。不過估唔到今日咁搶手啊！我今日主要目的係買雞蛋嘅。仲有啲71麵豉湯，即沖即飲麵豉湯，71品牌。159 yen 年稅，抵到爛啊！係啊，入邊真係有啲蜆喎，靚嘢喎，正嘢喎。你香港你買兜呢啲咁嘅嘢，起碼20幾30蚊啦你睇呢度賣幾多錢7蚊啫嘛，仲話留喺香港傻傻地，係咪先？咁正啊，有蜆㗎，人哋嗰啲蜆肉麵豉湯，七仔品牌，真係有蜆喺入邊㗎，你睇下，又係咪好正？人哋話日本啲米價貴到好犀利啊，飛升得好勁啊，搶米啊！問心句，日本嘅米價真係貴咗好多。呢啲5 kg 嘅米一包清心丸都唔係最靚，最靚就新式丸嘅係啦，好似啲
新潟縣係成個日本之中係最出名係米嘅，米嘅鄉下就係呢個新潟縣產嘅米啊，不過呢啲係玄米嚟嘅。咁你普通一包呢啲米嚟一包5kg 嘅普通嘅米啦。講緊係年稅係4641 yen， 都200幾蚊港紙啊！咁但係你香港一包米啊，講緊係我冇記錯，如果我離開香港前咧，都講緊成3嚿水樓上。咁已經講緊幾年前嘅事，咁而家就更加唔止啦。同埋係咪真係好似啲香港啲大外宣講話，搶咪搶到冇晒啊，成日都唔夠米啊！即係我覺得咧，香港嗰啲媒體咧，全部造假。所有香港而家係冇媒體嘅，全部係造假嘅。邊度咁誇張嘅？咦？七仔品牌米喎，2.4 kg 71米喎，咦？2000年稅2805 yen 喎，幾有趣啊！嗱，咁所以講返咧，日本係咪真係唔夠米咧？應該咁講，佢嘅供應係少咗好多，就算有咧都貴咗。原因咧就係同嗰啲農業肥料啊有關嚇，因為咧日本嘅農業肥料咧，絕大部分咧係嚟自美國同埋烏克蘭嘅。咁你俄烏戰爭咧，係會令到日本嗰個農業飼料同埋肥料咧個價錢係會飆升嘅，咁啊令到個食材價格都貴咗。再加上咧，你知大陸係呢個即係嚴重糧食不足噶嘛，佢全部靠入口啊。其實大陸係入口咗唔少日本嘅米嘅，係啊，即係雖然冇報導出嚟啫嚇。咁但係其實係入口咗唔少嘅米嘅，即係你哋香港啲人就得罪講句真係傻嘅啫，真係信大外宣咩日本核廢水啲假嘅根本，你大陸自己都入口咗唔少日本米啦。喂，七仔即食叮飯喎，3個355 yen 貴咗少少啊，即係相對其他品牌嚟講，秋田縣添，仲要，係啦。嗱咁講返，所以咧其實日本米嘅供應咧係減少咗，因為你個飼料貴咗，二嚟咧其實咧大陸入口咗唔少嘅日本米嘅，所以令到個米係嗰個供應減少咗，呢個係事實嚟嘅。咦？8個，我係10個。係啊，咁所以係咪真係日本真係嚴重缺米搞到要搶咧？咁我可以同大家講，呢啲係假嘅，中共嘅大外宣嚟嘅啫，千祈唔好相信啊！哇係，我第一次見啊，71品牌，哇！哇！蒙古飯啊，咁過癮！係啊，好有趣啊！係啊，就
日清飯杯飯。呢嗱全部賣飯嘅、米嘅、穀物嘅，所以唔好再信嗰啲香港嗰啲媒體，因為香港冇媒體，香港嗰啲媒體全部係造假嘅。日本係個米供應量減少咗，但係唔至於話搶米咯。唔好信中共大外宣咯。要信就信我眼前見到嘅呢啲好抵。好抵啊！有啲5kg 平啲嘅北海道米，5kg 4500 yen 係啦，咁上下啦，都係有啲再平啲4400 yen 岩手縣嘅5kg 4428 yen。仲有呢啲普通，總之日本國產米啊，5kg 最平呢隻3885蚊，即係講緊200蚊都唔使。係啦嗱，所以即係千祈唔好即係信香港啲媒體，香港媒體全部垃圾造假，信就信你眼前我拍俾你睇嗰啲先係真嘢嘅。日本並冇話搶米搶到打交啊，搶米搶得好嚴重啊，嚴重缺貨，係減少咗供應量，但唔係嚴重缺貨咯。唔好講到咁誇張咯。即係而且日本嘅，即係我都同大家再講多次，日本嘅輻射咧就冇香港咁嚴重嘅，因為香港嘅輻射指數咧係東京嘅4倍，所以與其話咩核廢水國島，不如話香港係輻射區，中國係輻射國，係啦，所以大家仲留喺香港嘅聽患難至死咯，我幫你唔到，冇辦法。係啦，嗱，大家都知道咧，日本係一個精緻農產國嘅出口國嚟嘅，都有好多唔少嘅農產品啊。哇！呢啲切好咗嘅葱粒啊，年稅得108 yen 啫。年稅就108 yen， 當買飯包先。仲有啲蔬果類啦哇！一個蜜瓜講緊年980 yen， 年稅1058，即係50蚊到一個啫，都幾大個，即係手掌大啲，OK 嘅。哇！知覺平都唔使咁樣搶係嘛？430 yen。430 yen 年稅430 yen， 等我搶翻個先。係啦，我買咗3個呢啲呢啲咁嘅撈麵啦，一排蛋啦，同埋一盒 strawberry 啦。
總共咧係啦，總共咧佢1323 yen， 即係大概係70蚊港紙度嘅，係啦，1323 yen。你香港買呢啲嘢冇100蚊都落唔到樓啦，唔止添啦，淨係呢包 strawberry 係咯，啊仲有呢個葱添，淨有呢包 strawberry 啊！喺香港都賣緊60-70蚊啦，最平仲有特價喎，平時賣緊100幾蚊添啊，分鐘係咯。我而家只係用咗大概70蚊港紙啫，就搞掂晒1323 yen。係啦，嗱咁你哋大家頭先都見到啦，咁啊拍咗好多片啦，咁我有樣嘢咧就拍漏咗嘅，就係呢個七仔同 Suntory crossover 嘅71啤酒啊，係啊，我相信咧就你喺香港就唔會見到啦，咁但係日本係有嘅，即係71品牌專用嘅啤酒啊，咁啊一罐講緊156 yen 咁一啲都唔貴嘅，講緊大概係7個零銀錢港紙度啦，即係8蚊有找啦，咁啊幾抵飲嘅，都味濃好多，你唔似香港嗰啲生力啤嗰啲味淡好多嘅，平啊平就平啊，一嚟佢用東江污水做，不過唔緊要，因為你始終經過蒸餾會好啲嘅，咁但係問題係嗰啲味真係淡咯，相對咁，所以一分價錢一分貨咯，咁但係而家香港啲啤酒係咪真係30蚊半打咧？我唔知啦，30零蚊半打我真係唔知應該唔止啊，應該我諗40幾蚊，咁但係而家你呢啲啤酒一罐都係講緊7個零錢，8蚊港紙有找即係圍起半打都係講緊40零蚊，40蚊到啦，40零蚊到啦，唔貴，一啲都唔貴，係40蚊鬆啲啦，40蚊鬆啲啦，因為佢半打我見到佢半打賣緊800 yen 到嘅，一啲都唔貴，所以有機會去日本嘅七仔整翻罐呢啲71專用專門係俾71嘅71啤酒OK 㗎，個味幾濃嘅 ，OK 正嘅，仲有就係咧佢收銀咧就有人手或者有自助啦，香港都有，都係類似啲咁嘅嘢嚟嘅啫，咁又可以入錢啊，可以用信用卡啦，又或者可以用嗰啲電子支付啦，又或者可以用嗰啲類似香港八達通嗰類咁樣嘅用西瓜卡嗰啲去支付啦，都 OK 嘅，咁所以咧嚟日本咧有機會咧，梗係要嚟呢個71超市伊多york卡多呢間超級市場望下啦，因為佢即係屬於71集團嘅一間超級市場嚟嘅，所以大家可以去望一望，應該都有幾多驚喜、驚奇同埋新發現嘅，咁但係我亦都頭先語重心長講咗好耐啦，香港實在太多中共大外宣，全部係假嘅，即係包括頭先我所講嘅日本嘅米啦，係咪真係搶到個個都係打劫咁嘅款咧？講真，日本嘅米係真係貴咗嘅，咁原因咧主要嚟講就係因為美國佢嘅肥料同日本嘅農業肥料同飼料係嚟自美國同埋烏克蘭嘅。咁你俄烏戰爭係會令到個日本食材價格係會上升嘅，而唔係中共大外宣嗰啲造假，又話咩日本死啦唔掂啦，咁即係唔係咁樣咯，咁仲有就係其實大陸係買咗唔少日本米嘅，所以咧啲中國人咧把口就話日本係核廢水國，咁但係其實講真，咁第一。你既然話人哋日本係核廢水國，咁你中國政府就唔好買人哋日本米啦，係咪先？知其一啦。第二，喂，你香港嘅輻射係東京嘅4倍啊！你香港同埋中國先至係核廢水國啊，大佬，唔好喺度造假啊，係咪先？呢啲唔係我作㗎，呢啲咁嘅數字啊，咩香港嘅輻射指數係東京係
係東京嘅4倍啊！呢個係香港天文台自己出嘅數字嚟㗎，唔係我作㗎。嗱，你自己可以睇翻香港天文台嘅數字㗎，我冇老作㗎。啊，你要鬧香港天文台啊，唔好鬧我啊，唔關我事，唔係我觸犯腳安法，係香港天文台觸犯腳安法，公佈呢啲真實數字出嚟，觸犯腳安法，係嘛？唉，真係咁，所以咧，你而家香港咁樣搞到一塌糊塗咧，又美陸兩國又咁樣交互咧，開始斷貿易啊，跟住又會斷呢個互聯網啊，斷聯繫匯率，但係聯繫匯率都就嚟斷㗎啦。你睇下佢而家講完都係藥方兌換嚟嘅，其實好大件事，真係隨時會冧檔嘅。咁加上啦，戰爭逼近啦，其實美國政府喺舊年年頭已經宣布咗，因為正確嚟講應該係美國駐印太區總司令喺舊年年頭已經講過，佢會將中國喺印太地區挑起戰爭呢件事，原本推測由2028年發動戰爭，改為喺2026年發動戰爭，即係講緊嚟緊都唔夠1年啊！中國就會到處挑起戰爭，打台灣。咁你一戰爭嘅話，你香港一定斷糧食供應，大饑荒，仲會俾美國空襲添。因為你睇下以前3年8個月最尾嗰段時間啦，美軍唔係即時進駐香港嘅，美軍係空襲香港，係投下好多飛彈嚟空襲香港。所以大家要記住啊！如果你哋啲留喺香港嘅人唔願意走，你哋要早啲買定個山墳位。係啊，唔走就要預咗係咁噶。但係咧，我都勸大家，有得走快走啦，咁搞法係咪先？真係命仔緊要啊，錢財，算啦，當係身外物啦，冇辦法啦。所以咧，我都勸大家，如果仲留喺香港嘅話，最好唔好有任何消費啦，亦都唔好去大陸食嘢，大陸啲嘢有毒嘅，食死人。去北上消費咧就係弱智，就係低能；去大陸食嘢就係弱智，就係低能。呢啲真係唔死冇用，自己整死自己，呢啲唔睇可憐。但係如果有啲人可能差唔多要走啦，但係仲未走得甩，可能仲有啲嘢要處理啊，或者仲可能份工仲未甩得晒啊，要做多段短時間啊。OK， 唔緊要。咁呢段時間你唔好喺香港有任何消費啦，要消費要玩吃喝玩樂，唔該嚟日本啦，去日本係最好噶啦，呢個唔使講噶啦。好啦，苦口婆心講咗咁耐啦，咁就今日講到呢度為止啦，我都口水乾啦，咁都係講翻說話噶啦，希望大家多啲嚟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多啲嚟like我片啦，又或者將片 share 出去啦，可以嘅話就麻煩大家幫手撳下鐘仔佢啊，係啦，咁今日呢個閒遊71超市咧，咁呢個 topic 咧就到呢度為止先，好多謝大家收睇收聽，多謝晒，好，下次再見，拜拜。